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有一句话讲，做官无利润，做生意无利钱。这个意思是讲，每一个行业、每一个头路，拢有伊专家的技师。今日要甲大家绍介，这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印、读医印第三条。照古早大基字典解说讲，这个印就是官府摕凭据，咱讲是官印。另外，现代社会登记伫政府机关的图章印刷，咱讲是印鉴；也有刻名字的图章印章，咱讲就是印仔。同时，咱上长，咱讲长印仔。另外，文字图画刻的模仔，用油墨甲伊展现出来，咱讲是印刷。也有做物件的模仔嘛是印，像讲龟印，意思就是龟模。也有另外这个印，嘛有分野的意思，像讲卡印，意思就是卡野。也有印尼古早讲是印色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骹无手印，这个意思是骹印甲手印，因为大家人拢无共款，古早会当用来拍契约做凭证。第二个词读做铁头印仔，唔是铁头囡仔，这个意思是讲，唔是特别用来证明，或者是讲有法律效果的印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少年囡仔实在唔捌代志，用家己的骹无手印去钱庄借钱，说来搁再用铁头印仔等现金，欠搁较济债务，实在是一步错步步错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印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